三，金小姐可以對我少三笑，唔通三笑留情？哥，唔好啊！我真想死啊！唔通老豆係新馬師曾都做唔到男主角？我諗呢個就係令鄧兆尊受到咁多人中意嘅原因。富二代同星二代最大嘅苦惱莫過於俾人標籤你為邊個嘅仔，活喺父母嘅光環之下，睇唔到半點自己嘅身影。所以有絕大部分嘅富二代同星二代都比常人更落力同更爭氣，為求唔做二世祖，將自己嘅名活出嚟。喺一份浙江商人培養繼承人嘅方式嘅調查顯示，37%嘅富二代都希望自己創立一番事業。更有近50%嘅富二代認為，目前自己仲未具備接班嘅各項素質，唔願意接手父業。因為阿爸嘅關係，鄧兆尊好早就被高層拉入娛樂圈玩下，入行30幾年，演過嘅角色勉強有名，唔好話做主角，連大配角都唔算。唔通老豆係新馬師曾都接觸唔到呢啲資源咩？我相信有心嘅話實做得到，但係更因為鄧兆尊從未消費過老豆嘅大名，先真正將自己嘅名打入一眾網友嘅心裏面。奇就奇怪，一個演藝事業平平，又係二世祖嘅茄喱啡卻頻頻爆紅。香港網評佢為最討喜二世祖，最近內地盛讚佢為最乖富二代出圈，只因佢夠乖夠聽話，唔怕富二代不務正業，最怕雄心壯志咁話。15億資產存27年，單食銀行利息就4萬蚊一個月。面對莫名爆紅，佢咁樣回應：如果我有咁多錢嘅話，我買啲遊艇同大家去旅遊啦，係咪先？我都知道大家好多時咧，因為流量嘅問題咧，誇張咗我啲報道嚟講咧，唔緊要啊，大家開心就得噶啦。但係咧有個譜先得噶，我邊有咁多錢攞出嚟啫，係咪先？咁佢憑乜嘢出圈呢？相信呢啲就係答案。無論係喺邊一則訪問，定係共事過嘅同事，對鄧兆尊嘅評價都係有讚冇彈。嗰日係我幫東華做嘢，係哇！我一世都記得㗎。點解我會咁中意鄧兆尊？佢係嗰日幫咗我好大嘅忙。我話原來呢個唔係富二代嚟嘅，因為當時下邊咧咁就要賣嗰啲叫慈善獎券，500蚊一張，哇難賣到不得了。我見到其他嘅女藝人咧，容易賣啲嘅，揸住嗰沓嘢，我想行埋去咧。我見到嗰啲真正富二代啊嚇，佢直頭覺得你行緊過嚟，佢想令咦咁你梗唔好，你梗係識趣啦，唔行啦。係唯獨是佢話係長哥同阿長嫂嘅仔，我諗啊，唉，都唔好行埋去啦。佢突然之間，我就主動叫你過去。喂，賣，跟住佢仲要有幾多？我話呢度有10張，哦咁10張啦。當時覺得你有光環嘅，你知唔知？現場佢可以揀啲波濤洶湧嗰啲賣咁啊，使鬼幫我賣咩？老豆新馬師曾被譽為一代靈王，江湖地位單睇一件事就知道唔嘢少。當年澳門賭王傅老榕被人綁架，澳門黃何賢出面都搞唔掂，最後由新馬師曾出馬協助成就呢一段何賢自救傅老榕嘅一段佳話。不過鄧兆尊細個係唔知呢啲事，只知道好多人識得老豆。中學試過有一次見家長，你知攞成績表，點解呢個人去到間學校度轟動嘅咧？咁樣即係連我哋有啲叫做天主教學校啊，啲神父鬼佬嚟嘅，都會認得佢Sir 乜都嗰陣時識驚啦。新馬師曾對待仔女教育非常有一套，要乜冇乜。佢有啲靚嘅書包俾成嗰啲咧，我哋冇嘅。會解釋俾你聽，用嚟都冇用㗎，你都會殘舊，舊咗嘅話都冇乜特別嘅好多嘢。奉行做普通人教育，做翻個普通啲嘅人，永遠呢句都係你遲啲就明點解㗎啦。更有甚求個仔去做二世祖。對於家業，佢係咁睇：金錢有就得㗎啦，唔需要多嘅。守業已經係一個好叻嘅行為嚟嘅。人夠貼地，好謙厚，豁達同坦蕩係佢嘅底色。因為父親嘅關係，初入行嗰時由嚟俾人整蠱嘅邊緣。你今呢場戲要扮死屍喎，你入去個棺材度瞓下，睇下舒唔舒服先啦。挨下挨瞓啊，眼瞓㗎嘛，咪瞓着咗咯。佢唔理你，有喺入邊瞓，直至落大雨。你就話雨，啲人喺晒嗰個24座嗰度。突然間我推開個棺材，啲人以為屍變，但我濕晒，佢成日濕晒。哇！邊個冇劫唔叫醒我，真係揼晒雨咁啊！面對疑似整蠱同攻擊嘅時候，佢第一時間嘅反應唔係反擊。大約 total 拍咗4至5次啦，因為你知開一組戲啊，即係一組戲出去開啊拍嘢啊，起碼都20-30萬坐底，尤其是嗰陣時用菲林更加貴。我點會為咗整蠱一個人而無啦啦去開一隊 crew 出去拍一隊嘢，係嘥20-30萬呢？我覺得唔會有呢樣嘢咯。就算阿星仔肯嘅話呢，阿黃晶都未必肯。鄧兆尊奉行不婚不育，
卻得到3位紅顏知己相伴，不離不棄。鄧兆尊究竟係充滿何等魅力，令佢得到如此多人嘅喜愛，活出咗自己嘅本色，令人津津樂道呢？大家好，我係 M， 今日我哋講一下鄧兆尊嘅故事。鄧兆尊出生於1967年2月5日香港，籍貫順德，係粵劇名伶新馬師曾嘅大仔。佢有3個細佬妹，分別係二妹鄧翠玉、三弟鄧兆榮同四妹鄧碧玉。鄧兆尊5歲嗰陣已經跟住阿爸去演大戲，因為阿爸工作忙碌，一星期只能見1次面，所以鄧兆尊好珍惜同爸爸嘅相處時間，係4兄弟姊妹當中最乖最聽話嗰個。小朋友一般都要喺夜晚9點上床瞓覺，聽日7點起身返學，而佢就要陪阿爸傾偈，傾到凌晨3點，第二日7點起身返學。同阿爸每個交談嘅夜晚，鄧兆尊就跟住學到好多待人接物嘅方法。中學嘅時候，鄧兆尊就讀傳統名校聖若瑟書院，之後去加拿大升學。因為兩地物價認知差異，鄧兆尊捱過一段窮日子，屋企寄嚟嘅錢只夠租金，閒時要打兼職賺生活費。母親洪金梅見到鄧兆尊嗰時大感晴天霹靂，隨後鄧兆尊收到一間5000尺嘅大宅。佢晴天霹靂啊嘛，唔係我啊嘛，我都慣咗啦。跟住大屋住咪慘咯，以前打你間房做清潔嗰啲，一間房搞掂啊嘛。你買間咁大間嘅屋，我一個人做晒，邊度頂得順啊？好咗，身邊我使一個埋嚟先做得對掂啫。畢業之後，媽媽一次推波助瀾，令鄧兆尊自此入咗娛樂圈。阿爸都愛莫能助。我呢世記得邊個請我入去嘅？嗰個叫吳宇先生。你個仔讀完書翻嚟有啲乜嘢做啊？跟住不如入嚟我哋玩下先啦。咁就出事啦。我阿爸佢話嗱，我都幫你唔到啦。嗱，你自己執生啦。我奉勸你一句嗱，入到去千祈唔好搞男女關係。嗱，呢樣嘢係我唯一要忠告你嘅嘢。因為拍咗之後咧，你因為你一散嘅時候咧，第一樣嘢好簡單嘅嘢咧，多數都係話你個男人唔好嘅。就算係個女方唔好都係咁講。變咗話你盡量避免呢一樣嘢咯。因為如果唔係你嘅星途就毀滅㗎啦。1993年，鄧兆尊入行無線，一入就係30幾年。雖然老豆係新馬師曾，鄧兆尊亦都係做龍套，較為有啲戲份同俾觀眾注意到嘅角色，莫過於飾演喺《皆大歡喜》裏面同陳彥恒組成歡喜冤家嘅高爾康，同喺《封神榜》中飾演哪吒嘅大哥金吒，仲有周星馳嘅國產007入面被人打靶嘅陳局長嘅仔。當時因為補拍1日，但卻又冇開機拍攝嘅事件引起一時輿論。之後演藝事業再冇進展，止步綠葉。大富大貴嘅屋企同普通人嘅屋企會唔會有啲咩唔同？呢頭阿媽一起步扯火咋，你轉頭已經見佢唔到啦。話俾你聽，佢都入房啦已經。佢打開阿爸個衣櫃，將啲西裝全部長袖變短袖，長呔變短呔，長褲變短褲，全部個衣櫃剪晒，嗌交嗌到咁。跟住我哋就望住我阿爸，點啊？跟住我阿爸反而就話：喂，唔該喎，媽咪。我啱啱先個箱衣櫃冇位啊，我想擺翻啲唐裝過嚟啊！你真係吹佢唔脹喎，係咪？哇！呢個應答一流，咪學呢啲咯。情緒化嘅阿媽同4兩撥千斤嘅阿爸，聽落又好似同普通人冇乜分別。屋企嘅日子都係吵吵鬧鬧，阿爸就做阿爸最經典嘅動作，迴避戰場。受人尊敬又有大智慧嘅阿爸，亦會好賭。新馬師曾曾經豪手豪氣，一晚就輸咗400萬。鄧兆尊回憶直言，阿爸嗰次直頭入獄。之後痛改前非，好少賭錢。嗰陣時講你老豆，我老豆梗係中意賭啦。喺佢房度見到個床度咧，有一層層咁高嘅，500蚊紙一沓，總之高過個電話啦，個棟，一個 U 型咁圍住部床，佢瞓咗呢度。一張500一棟呢度都起碼幾十張啦。但係只係圍住一晚啫，第二晚冇晒啦。咁你冇問爸爸嗰啲個 U 字型嗰？唔好提，唔好問。鄧兆尊喺1967年出世，細個嘅時候就即係60年代。睇翻當時嘅物價，1960年一碗雲吞麵3毫子，買煙就4毛10支，報紙1毛1份。到咗1965年，大排檔叉燒飯1蚊碗，大肉飯5毫子碗。買一部全新嘅私家車需約1萬蚊，不過一個上車盤單位售價僅要15,000蚊，400萬喺當時係一個天文數字，一夜之間全部冇晒。哎呀，難得我嘆一陣。鄧兆尊見住財來財去，知道賭錢呢家伙唔掂得。作為阿仔嘅鄧兆尊都會問阿爸好多細路仔會問嘅問題，新馬師曾嘅回答都好有意思。聽住鄧兆尊講屋企嘅日常，處處感受到新馬師曾做人嘅智慧。即係我哋都會有啲疑問問噶嘛？喂，你咁好條件，點解你要揾個咁惡嘅老婆嘅咧？咁樣跟住佢成日都講一句，有啲嘢咧識耐咗咧個真面目先浮出嚟嘅。
女人咧有好多嘢外表咧就好容易受到誘惑，你會去舐嘢嘅。好多父母都望子成龍，望女成鳳，將最好嘅嘢俾仔女。鄧兆尊出身高位，但屋企選擇俾佢過嘅日子，反而係普通人嘅日子。由細到大佢都教噶嘛。我哋做呢行嘅其實係好卑微嘅啫，知唔知喺以前嘅話咧排第7定第8，係高過乞衣同埋妓女一格嘅啫，即係咁上下，同埋讀書人。即係我哋只不過係好低好低嘅嘢，所以做人一定要你唔好覺得自己係高人一等，去到邊都係以禮待人。講到獨到嘅教育理念，必須講到其家父新馬師曾。就會開下邊，究竟乜後話乜路？你要對我明下言。你真啦，正邪賤啊，勾啊之無人，即係走地花天。我今啊每日要你，即係命喪黃崖泉啊！下不清，我膽爆天。陰有陰病，護住人啊睇見。新馬師曾原名鄧永祥，年少家貧，父母離異，被庶母刻薄離家，拜師學藝，走紅粵劇界，有神童之稱，創出新馬腔，唱腔自成一格，以萬惡人為首，光緒王夜祭珍妃等劇廣受歡迎。富貴之後並未獨享榮華，一生致力行善，有慈善靈王嘅美譽。1977年獲頒英國牛津大學名譽藝術博士名銜，1978年獲英女王頒贈員佐勳章等獎項。據鄧兆尊嘅表述，新馬師曾工作非常忙碌，但卻非常重視仔女教育。雖然鄧兆尊出身大富之家，但喺爭產案發生之前，佢都係懵下，唔知家中究竟係幾有錢。鄧兆尊含住金鎖匙出世，但就好似佢扮演嘅高爾康一樣，窮若秀才，唔知自己係當今太子。成長環境就係普通人，有個返工好忙嘅阿爸，仲有個好強權嘅阿媽。唔到咧，有時我記得咧就係起身翻學，好啦翻嚟咯喎，一入門口就俾阿媽打啦。喂，你翻學做乜嘢唔執床啊？你想洗死啲工人姐姐啊？咪第二朝要起身執床咯，執好晒啦，咁放學翻嚟啦，又俾阿媽打咯喎。你執好晒啲嘢，工人姐姐做咩啊？哦，真係陰公啦，委屈啦。物質方面，鄧兆尊要乜冇乜，老豆嘅一句你遲啲就明白噶啦。到咗年過半百嘅佢終於明白啦。要乜冇乜，佢有啲靚嘅書包俾成嗰啲咧，我哋冇嘅。會解釋俾你聽，用嚟都冇用噶，你都會殘舊，舊咗嘅話都冇乜特別嘅好多嘢。永遠呢句都係你遲啲就明點解嘅啦。但係呢個遲啲咧要到而家先明咯，明唔明啊？咁算唔算有一個都算幾快樂嘅童年咧？唔會快樂，冇物質欲，冇街去，讀書讀得差又冇電視睇。返學放學同返工放工嘅日子同普通人一樣，到而家都冇變過。鄧兆尊甚至享受工作同二世祖遊手好閒嘅生活，大攬都扯唔上。介唔介人哋叫你富二代㗎？我唔接受，富二代係無憂無慮，日日瞓醒覺就係諗下點樣去玩。係，我唔係啊，我成日都要返工。佢中意做嘢㗎，係啊，所以我唔算富二代。鄧兆尊入娛樂圈一事，新馬師曾都係幾無奈，唯獨叮囑鄧兆尊唔好同圈中人拍拖。因為一旦感情出現問題，輿論就會偏向女方，到時鄧兆尊就會身敗名裂。阿爸嘅叮囑幫鄧兆尊護住底線。不過對於屋企人嘅叮囑，又有幾多人真係答應咗就做得到？鄧兆尊入娛樂圈就好似唐三藏入咗盤絲洞一樣，一關接一關，金錢、女色，更有心動嘅女藝人。男包男都得㗎。係啊，男包係啊，一個雪客入嚟揾過3個月，係年幾都唔記得咗，千幾千萬包我啊！包你啊！佢都好重口味喎，真係排骨包。 10幾20年啦，你諗住攬埋都近100㗎啦，應該都有。我試過受唔住有啊。冇，真係冇，因為睇過佢哋落妝啊，所以唔會。拍戲嗰陣時見你咧，係有少少對你有啲少好感嘅。不過咧，又礙於咧，我應承咗阿爸，唔可以同圈入邊嘅人拍拖。你叫佢唔好做咩？佢而家都冇做啦。你嗰陣時叫我即刻退出皆大歡喜啊嘛。唔得啊，因為嗰陣時我都有女朋友啊，得啦。唔緊要啦，你不嬲都有女朋友噶啦，多個唔多，少個唔少。你明白？見到行姐咧，好似係呢啲大婆樣嚟㗎嘛，得唔得？咁你咪整走我大婆咯。係。講啦。
新馬師曾居然要個好仔做敗家仔，鄧兆尊認為自己係做得唔合格。返工請食飯係例行公事，媽媽帶住燕窩去探班，大家都覺得佢係少爺仔，大家大概冇諗到呢一切都係爸爸幫佢打造嘅人設。我阿爸未試過咁認真同我講一句説話，佢就嗱，阿仔，我咁大個人未求過你，佢用求啊，記住係用求過你。話咩事唔好用到求，你講嘅嘢我一定做。我想你做個把仔，開頭我都唔明，我同你咁樣唔明，點解我要做個把仔？心去略略解釋俾你聽，我因為咁樣，所以咧你會面對好多千夫所指，但係呢場戲我想為你演好佢。實際上嗰個道理係想保護，其實係個意思即係話你做一個唔好俾人覺得你太叻嘅人。第一，因為太叻嘅人咧，人哋會驚你同埋妒忌你，或者會防範你。你做一個普普通通嘅人，係嘛？俾人覺得你係好似遊手好閒，係嘛？冇令到人哋冇呢個壓迫感啊，或者冇呢個爭勝感嘅話咧，你就會好生存好啲咁解。並唔係叫你做嗰啲花天酒地嗰啲，唔係嗰啲白仔。當時鄧兆尊仲未完全理解呢句説話嘅心意，直到1997年父親離世，轟動一時嘅鄧家爭產事件爆發，佢先明白阿爸係用最後嘅智慧保護佢免受豪門恩怨嘅吞噬。嗰一年，鄧兆尊30歲，帶住3個細佬妹迎戰來勢洶洶嘅母親同其他親戚，身邊仲圍繞住一啲無事生非、渾水摸魚嘅塘邊鶴，個中艱辛不足為外人道。永祥大廈內狠狠嘅一腳踢門聲，掀起新馬師曾一家嘅爭產風波。最不滿嘅係乜嘢咧？最不滿嘅就係佢食新馬仔嘅錢，為咗自己係損害他人，永遠都係咁。1996年年底，新馬師曾同妻子洪金梅暱稱長嫂，錄影完歡樂滿東華嘅捐款呼籲之後，爆發爭產事件。當日，長嫂嘅弟妹即九舅父洪全同11姨洪國華，連同鄧小艾同鄧少榮喺永祥大廈內向8舅父洪家全追討喺1993年由鄧家子女做擔保嘅60萬借款。自此，鄧家為財產分配問題分為兩派，一派以長嫂洪金梅為主，另一派就以長嫂嘅4個仔女，包括長嫂嘅弟妹為主。1997年1月3日，新馬師曾病情惡化，因支氣管炎、肺積痰及心臟病入住嘉諾撒醫院，留院109日之後，至4月21號逝世，享年81歲。新馬師曾病逝之後，仔女各自變賣產業，支付3000幾萬嘅留院費，長嫂分毫未出。加上之前嘅不和，鄧家4個仔女拒絕長嫂到靈堂拜祭，長嫂喺同一殯儀館另設靈堂，更開記者招待會，喊住揚言要搶屍。經過爭執之後，4個仔女同意俾長嫂送長哥最後一程。爭產官司斷斷續續持續約10年，長嫂同4個仔女對簿公堂，直到2006年宣告長嫂敗訴而落幕。2006年7月7號，香港法庭對爭產案作出裁決。新馬師曾女兒鄧翠玉即鄧小艾一方獲勝訴，洪金梅敗訴，需向仔女交出擁有前楚留香酒樓鋪位公司嘅58%股份。法官喺判詞中批評長嫂係非常差嘅證人。同年10月，喺洪金梅嘅61歲壽宴上，鄧家各人宣布和好如初。法官喺判詞嗰度好多地方都嚴厲批評長嫂作為證人嘅可信性。法官就話長嫂佢係一個非常差嘅證人，佢作供嘅時候前後不一啦。經常明顯地迴避問題，喺盤問嘅時候完全把持唔到嘅。另一個地方又話咧，長嫂係一個唔係講真話嘅證人，佢對於好多事情都係編造出嚟呃法庭嘅。咁啊，民事嘅法庭我哋就講係較高可能性啦。喺呢個時候，法官就話咧，佢有考慮過長嫂嘅證供，佢覺得佢嘅證供咧係毫無價值嘅。除咗係毫無價值之外咧，法官又講到，長嫂嘅證供比毫無價值係更加差添。總之到最後就係完全唔相信長嫂所講嘅嘢啦。不嬲呢個財政大權咧，由細到大都係我媽嚟嘅。佢係一個理財高手，呢個係事實嚟嘅。OK，咁即係好多理財，即係話佢會將嚿錢滾大。係，即係如果你話交喺我爸手上咧，應該係冇今時今日㗎啦，一定係佢理財理出嚟嘅，呢個係真正嘅事實嚟嘅。咁如果係咁，其實有啲咩好爭咧？嗰陣，喂，講真一句，嗰陣時錢我媽攞晒嘅啦，已經
係攞晒控制喺手上邊嘅啦。哦，其實冇乜嘢爭我阿爸係爭嗰個大廈個名啫嘛。嗰個引線係因為我阿媽話要重建間大廈，而重建完嗰份圖則俾我阿爸睇到，咦，點解變咗金梅大廈嘅？咁咪就呢樣嘢嘈啫嘛。唔知可能每一個人到某一個年紀咧，會有啲錯誤嘅諗法決定，咁變咗有啲嘢咧，我覺得傷害咗個大家嗰個平衡位，所以我就焗住要企喺我細佬妹嗰邊嚟同佢打，因為如果唔係我企埋嗰邊嘅話咧，冇得打噶啦。為咗維護家族平衡，鄧兆尊最終選擇企喺媽媽嘅對立面，同細佬妹打開爭產案嘅序幕。打官司耗時又嘥錢，當年由60萬引發嘅爭產案，眾人爭相搶奪嘅4億遺產，到最後縮水到不足2億，成為消失的2億同變成一地雞毛。有冇為呢件事傷心過？少少失落過，即係點解個關係要搞到咁嘅樣咯？大家其實都唔係為咗啲咩大不了，因為好少嘅事，好少嘅事，將件事發到咁大，為咩咧？係爭產戰告一段落，佢同仔女先至宣布和解。不過長嫂同埋仔女嘅關係依然淡薄，自己一個住喺元朗3000尺嘅大宅。長嫂話一直都過住對人歡笑背人愁嘅生活，成晚喊到天光。思前想後，佢終於有所頓悟。我日後我張平安紙咧已經係好清楚咁樣列明，我將我長嫂名下嘅物業現金，我會分屬係俾我所生啲兒女啦。唔單止我啲兒女，甚至我洪家啲兄弟姊妹咧，我都有一個適當嘅分配嘅。咁就好凄涼嘅，縱使你有幾乜錢都係冇用，身邊冇咗親人，最緊要一個人係親情嘅。2019年5月，長嫂低調入院，之後證實患有肺癌，但情況可控。2019年7月，長嫂因新冠病毒令情況急轉直下，至7月2號逝世，終年73歲。10年官司同消失的2億，對名利淡薄嘅鄧兆尊嚟講，已經變成另一種2億嘅存在。失憶對曾經彼此嘅傷害，同回憶曾經對彼此嘅美好。佢好開心嘅，係咪啊？佢好怪嘅覺得。因為屋企我媽惡晒噶嘛。係。佢一出到嚟東華啲咩咧，一定整蠱我媽嘅。點整啊？攞壺水嚟啊嘛。咦？佢跑好遠攞嚟，因為我要暖水，冇凍水嚟，又跑去度攞凍水嚟。咁樣話，走幾次走到佢氣都索埋。跟住唔好玩啦，我媽就忍啦，唔好玩啦嚇，攞你命嘅，你理我翻去死先算啦，即係趁仲唔趁而家攞你命，唔係冇乜機會。夫妻之間嘅娛樂方式啦，我覺得係點樣喺啲危險位嗰度漂浮啊？你明唔明？點樣喺夾縫中可以生存到啊？點個炮仗點解等佢爆就行嗰啲咁？你明唔明？明曬嘅，呢啲幾好玩嘅。咁佢最後歲係咪開心翻晒啊？同你哋和好？開心翻晒，全部不過只不過我啱撞啱 COVID 啫嘛。好開心喎！聽你講屋企人事，但係我唔可以不停咁講屋企人嘅事嘅。你知唔知而家就係淨係啲傳媒係咁報導嘅時候咧，我嗰啲嘅網絡平台嗰啲留言區啊，女嘅就話要應徵咗我條女，仔嘅咧就個個走嚟借錢。喂，我真係人哋講下啫，你哋咁容易説人哋講嘢，你真係我都唔識點講真係。網傳鄧兆尊繼承遺產之後，靠住27年銀行利息，就將身家從15億滾到咗17億。咁呢堆無端嘅猜想同謠言係點樣開始嘅呢？諗都諗唔過，邵長哥係咯，你會有捱過？唔係嘛？有。你最窮嗰時戶口得1億啊？你啲問題都幾尖鋭喎！你聰話佢最窮嗰時戶口得1億㗎嘛？我冇佢咁靚仔啊嘛！事實上，關於佢繼承15億嘅講法，本身就錯漏百出。鄧家爭產案直至2006年先宣判完結。意味住佢獲得遺產嘅時間最多只有20年，而非網傳嘅27年。即使真係有15億存入銀行，按香港近20年平均2.2%嘅年利率計算，20年複利亦只能帶嚟約8.27億嘅收益，遠不及網傳嘅17億。可以共富貴，未必可以共閉翳。鄧兆尊一生先後出現4位紅顏，最終留低3位。窮日子無疑係最堅嘅愛情試金石。最苦嘅時候，鄧兆尊要一人擔起3頭家，只因10年官司，同時將鄧兆尊嘅資產都凍結埋。呢段時間無疑係對雙方感情嘅最大挑戰。10年時間一啲都唔短。雖然最終佢冇動用到女朋友們嘅積蓄，但呢一份雪中送炭嘅情誼令佢至今銘記於心，亦係佢堅持對3位女朋友不離不棄嘅重要原因。外界對佢3位女朋友嘅外形，從唔論飾評頭品足。人老珠黃一直係令女士恐懼嘅魔咒。
對此，鄧兆尊強調唔會因為佢哋年華老去、外貌改變而拋棄對方，坦言其實佢哋都曾經貌美如花。好多人好奇三妻四妾嘅日子，憶想日子肯定相當快活。有人訪問咗鄧兆尊，佢係咁樣講㗎。不是太好的，因為你要照顧自己個屋企，唔係淨係照顧身邊個伴侶，你要照顧佢啲屋企人，爹哋媽咪啊，或者嗰啲阿哥細佬妹啊，再或者啲仔女啊咁嘅嘢，好多問題，好多嘢煩。佢淨係照顧3個寶貝，連埋佢屋企人，佢就係一次旅行都要使100萬啊！你諗下，正所謂3個女人一個墟，可以三妻四妾嘅男人，家庭地位一定好高，先可以穩住大局。鄧兆尊就話：妻多夫賤，冇水洗面，即係話其實大家以為羨慕一個男人，好多身邊女人，其實越多女人呢，個男人就個地位比較低啊，賤一啲。呢個話俾你聽，喂，你今日嗰個化妝品出嚟嗰個效果唔好啦，我買咗一 set 俾你，你用呢個啦。咁轉頭呢個又話，我又睇到你唔好喎，我又買咗一 set 俾你，你用呢個啦。好啦，你話我聽，你今日翻工你用邊一個？鄧兆尊奉行不分不育，守住一視同仁，三妻無分先後，無分大細。喺鄧兆尊嘅感情哲學入面，唔係計算，而係感激；唔係佔有，而係陪伴。更以此告誡一妻一夫其實好好，有啲嘢唔係越多就越好。我做咗咁多年嘢，我仲可以維持到我自己嘅尊嚴少少嘅話咧，我已經開心。我記得我一個朋友啊，長仔同我講，佢話你翻到公司咧，你首先將你個尊嚴鎖咗喺個 locker 入邊，你係冇尊嚴。咁你就可以慢慢氣啦。呢樣嘢我聽得好嘢，好認真。做藝人係真係㗎，你係只係一個商品嚟嘅。係啊，係啊，即係你啱價咪賣你咯。而家嘅藝人都係嘅。你而家覺得自己好風光，或者而家公司谷緊你嘅時候，你都係件商品嚟。係啊。到你去咗某一個年紀嘅時候咧，你就撲街啦。佢就掉開你㗎啦。寫完鄧兆尊嘅故事，我一直喺度諗一個問題：點解我哋會咁中意佢？論財富，香港比佢富有嘅人多嘅係；論名氣，佢只係 TVB 嘅2線綠葉；論成就，佢最大嘅代表作似乎就係有3個女朋友，但偏偏係咁樣一個普通嘅富二代，成為咗網民心中嘅通透教科書。佢嘅人氣就好似佢嘅人緣一樣，因坦蕩同圓融而充滿魅力。如果俾佢再重啟一次劇本，佢仲會唔會選擇再過咁樣嘅人生？咁如果再問你一個問題，或者再俾你揀一次，你願唔願意做一個咁有錢嘅富二代？唔想，一係就有錢啲。太現實啦！呢個中間位比上不足，比下你有餘。一係你就俾我由頭嚟過，我自己再奮發過，係咪先？一係就再高啲，真係唔使憂啦。咁咪另外一樣嘢係咪先？而家我都要憂慮好多嘢又唔同。啊，我中意你，有得享受，為什麼不享受？係咯係咯，或者早少少咯。我20零歲已經變到咁有錢啦，咁我又可能即係變另外一個人啦。坦白 OK。正如片頭鄧兆尊所講嘅，守業本身就係一件好犀利嘅行為。身為大佬嘅鄧兆尊要做好大哥嘅模樣，唔好俾細佬妹學壞，所以一直肩負守家持家嘅責任。當知道屋企有萬貫家財嘅時候，留低嘅只有平息紛爭嘅懂事。邊個又唔想好似真正嘅富二代一樣任意揮霍享受人生呢？佢真係乜嘢都幫人嘅。我細個試過見過咧，有個的士司機就係上嚟撳鐘。咁就話想揾佢幫，因為佢老婆大咗肚，咁咧就話佢只借2萬蚊，佢因為生仔咁樣。我阿爸只不過係叫佢，喂，咁你去嗰度女祖面前捉住香啦，發個誓，話唔好話唔係講大話嘅話咧，我借俾你咁樣。跟住好啦，到佢走咗之後，我同佢講，哇，咁樣佢用咩呃你㗎？佢求其講個大話，你就借幾萬蚊俾人哋，係咪先？咁佢話，阿仔，幫人嘅嘢咧，你幫100個，有90個呃你，只有1個唔呃你嘅話咧，嗰個咧成世都記住你嘅咁樣。即係話你有能力嘅話咧，盡量幫人就幫下人，明唔明啊？只不過係有啲人係明明係呃你噶啦，但係咧你幫到一個真係唔係呃你嘅咧，嗰個人一世都記住你嘅。呢個係佢教過我嘅。所以咧，兆尊咪就係俾人咁嘅感覺咯。你能力做到，你都幫人噶喎。好似我叫你做訪問，你即刻話好啊，咁樣我好感動。唔好咁講，即係我都要知道究竟係有啲咩用先至呢樣嘢。我成日都話咯，喺 YouTube 成日見到我自己嘅樣，我都覺得好沉悶啊！你明唔明啊？我驚影響到人哋。